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楊天。喺今日節目當中，我嚟大家分享一隻好上心，佢出專輯了是《王怡漢》。之前差唔多3年前有到《福氣來咧》節目哦，來發表佢得獎嘅創作。以下係有貴重完整嘅專輯，我嚟大家見面咧。我想以開場先伴大家來彈佢唱歌，好冇？來分享《王怡漢》。给面给世界一条泪来挂在东边天一面，后来把路上冲给那一个人比下出给人看脸，爱的没有你他就跳更好走到不任何味道。背到天空给片像传说梦的安人高丽半边背后强天眼外梦退一根一根的台北从路摘摘给太熟一空一片一点给到三当给片半梦公空的安人高丽千年偏发地发眼外梦退一个一个大摘不一摘摘个笑面让人外用退永远哇，掌聲！歡迎怡漢，今日帶來了首天公動學堂哦。歡迎怡漢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問候一下。大家好，我係馮日韓，基本嘢做按歡喜做嚟都了俾中國本大家聽。哇，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冇強樣，因為我哋大家分享一種新嘅專輯。應該講王怡漢呢，就創作當道嘅歌曲啊，有比賽有得獎，都係有自家嘅一種完全係全創作嘅專輯。再次恭喜！什麼？聽講做下專輯後，做到有點精疲力盡哈，還去放了個假。沒錯。嗰個一下懂得做當道嘅表演，做順利安尼哈，真係非常嘅恭喜。當然，呢個可能寫歌曲、參加比賽、撈出專輯，係唔係都冇強樣嘅心情？係啊，其實在之前去年的時候也有來節目做客，然後那時候就說，如果順利的話，可能明年就會出自己的第一張專輯。結果真就出了，對，所以非常感謝所有身邊的貴人啊，然後朋友們就是幫助我完成這張專輯。而且因為我呢首都有彈嘛，哈，咁你彈係專輯當中第3首歌曲都天公。我覺得讓那種專輯地圖歸家，整個形象都是蠻陽光的感覺，蠻符合的。地圖你來講嘛該？這一張專輯呢，是在講說，很多角度都是從我自己出發，比如說我看到的，我聽見的，以及我想傳達給大家的話，然後再加上因為身邊的環境的關係，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感受到非常憂鬱或是壓迫的那種感覺，所以很希望說這張專輯可以向大家傳達正能量的感覺，然後也希望大家就是之後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可以就是往好的方向去想，然後就盡力的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唔係有一種大學畢業咧，畢業嘅嗰個有一種自家嘅作品。
踏入社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给感觉系吗？社会新鲜人的感觉，这样对。哇，你讲到沙菲新鲜人，手做得有一种自家嘅安尼嘅专辑嘛，之后真冇简单，因为做一种专辑是才花钱都会时间。錢都係心力，韓國會花錢都係錢，等等啦嚇，都係會花心血嘅，所以看到專輯咪當歡喜。特別禮拜其實幾種專輯吧，我想第一做嘅時間，每老獨獨看到你一把吉他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在這張專輯裡面想要就是呈現不一樣各種樣貌給大家看。那就呢種專輯應該還有除了以很自家哈自己為自己量身打造嘛，還有一個概念，那就讓你特別人物，就是你專輯的製作人，沒錯，集中音，這個製作人林老師啦哈，對，林老師，林喜 K 先生，他講係因為一家動特殊的咧法同一道影視，他本來要收你為徒弟，現在變成你的製作人，是不是？對，在3年前左右，也是我第一次來上福氣來的這樣，然後那個時候參加了一個叫尋光計劃的活動，然後剛好他是我的導師團，然後在過程當中就詢問他，一些，例如說，我要怎麼樣才可以進入到音樂界這樣子。然後說，現階段我可以做什麼樣的努力，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音樂人，等等等的，對。然後他就給我非常非常多的建議，然後他那時候也鼓勵我去參加各種比賽，然後舉辦各種演出，所以我其實很感謝他。然後在之後又有機緣。可以就是共同來製作這張專輯，這樣子。所以佢僅僅是係你一個當重要嘅欣賞。對。所以你要做專輯嘅時間是想到佢。那時候他有提出這個意見，說要不我們來做一張專輯這樣。我說當然好啊，我就非常樂意這樣子。跟合作以來，你知道老自家以往在寫歌曲、唱歌又買都冇窮用，有一個製作人，就是有另外一個角色，好像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你。這一次呢，因為從來沒有接觸過專輯製作，所以其實我有蠻多都不知道該怎麼做。然後他製作人也有給我很大的方向，他也給我很多的，就是可以自己去丟的一些想法這樣。所以我覺得在製作這張專輯跟一般製作專輯的其他歌手們有點不太一樣，因為這張專輯差不多有70-80%都是由我去主導，然後其他人輔助，然後製作人再給予更多的一些提點，這樣，例如說，宇涵，我覺得你這邊可能可以再做修改會比較好，這樣子，他就是比較有點像是提點的人，而不是說我要你做這個就做這個，這樣，對，所以我覺得就是真的是共同製作的感覺，對，然後也是在這張專輯的製作過程當中學到非常多的技能。所以佢係本意當做自家，很做自己。對，真的。咁要歌唱當中，佢講挑緊你，讓你跟以前的黃宇涵不一樣。就是這一張，他就說，以往你的呈現方式都是一把吉他，一個 vocal，清新的 style 的感覺。那這次要不要來嘗試更多不一樣的元素？我就說當然好啊。對，我就覺得人生就是很年輕嘛，那我們更要放開手去試試看。所以在這張的風格上面，我們做了很大的調整，也加入了非常多不一樣的元素，例如說電子，然後有一些比較清新的類型，我們就用電子曲風去嘗試這樣。因為地圖有你老大提琴，有跟 cello，有跟單簧管，對，韓國一堂的後邊，哇，這個電子樂器的這個效果器的感覺，然後貴州感覺係節奏感係動強的，老以前堂到也係都冇強用的。對，所以這一次想要讓大家看，原來宇涵也可以唱這樣子的歌，這樣的類型。有可能看那相片，就是你們在整個錄音的時候，就是練團的時候，練團的時間，對，然後我們就大家都窩在小房間裡面一起討論說，配置啊，或是音色要怎麼樣調整會比較好，這樣。所以你要緊緊係都冇強，因為從配器的角度看，是干業動都冇強的樂器。沒錯，也是第一次去聆聽更多不一樣的音色，去想說，原來音色還有分這麼多種，然後我可以嘗試的也有更多這樣。用起都有管嗎？
有，但是好高呀，但是在过程中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哇，原来还有一个新的样貌，然后原来我可以这样唱，然后我就我还可以叠怎么样很酷的和声这样。所以冇共用的乐器的编辑，所以会让向你本意在唱歌的时候有冇共用的发挥。因为他们是伴奏嘛，有时候伴奏反而会push 我到另外一种境界的感觉，所以可能会更好唱，或是可能会觉得好像要必须改变我原来的唱法，去挑战一些新的唱法、新的元素这样。哇，本大家期待一下，当然，伫初期又参与了募资的朋友，手上应该都已经拿到了，对不对？没错没错。哇，该期待你下根本你伫节目当中让认识，然后有两种正式的朋友，大家就要好好来谈一下。那像俩几种正式，今天就会看到冇共用，而且很清新，然后翕相美黑啊，几只很美啦，很美。韩国其实还俩本原动电影下。你看了都会会心一笑，里面的文字哦。好，当然专辑当中有情都有歌曲，韩国动动的内容，在专辑制作，你讲走一张专辑就好像生小孩一样，真的，对，很不容易，对不对？超级不容易。嘿，非常的冇简单。等下下，你节目到咗了以後，請宇漢好好同大家分享，有多到哪道辛苦的事情，如何克服。韓國當然也有拍 MV 哦。到陣咧，繼續同大家分享。所有朋友轉到福氣來咧 ，Rita 哋咧再次來分享，基本嘅改來賓是係發行嘅改音第一張專輯嘅王宇漢，歡迎宇漢。Rita 姐好。呢張專輯又是又熱的，剛才頭先你講到，當然談到你嘅歌，嗰個談到你有冇共用嘅改變咯，剛才講到做一張專輯。啊，是才都冇簡單，什麼？哎呀，生小孩真的真緊好，所以呢種真是有一個集中人，讓你想讓你探索，幫忙你哈，幫你做出冇共用的改變哈。從第一條到第10條哈，我覺得它有一點層層堆積的感覺，好好同大家介紹一下呢種專輯好嗎？這張專輯呢是在告訴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記住原來最初心的自己，然後在成長路上呢，可以拋開所有憂鬱的、所有黑暗的事情，然後找回自己原來非常正能量，像童年一樣的自己。然後也希望大家總有一天可以就是找尋到自己的目標，然後往那個目標向前邁進。這是係咪係讓你自家講係嗎？哎，也是，對對對。從第一條歌曲到本自家，是從自家開始嘛，哈。一切都最美按理改善法，我們的生活好像有一個美好的夢想的感覺。cái地圖一切講到自家，講到自己哦，轉到你自家本身，我覺得你地圖寫成到了童年到美好誒，很單純很美好的。細細啲哪位台？細什麼？小時候在哪裡長大？小時候在龍潭。哦，在龍潭。哎，在龍潭。然後因為小時候有很多那種客家活動，桐花季啊，或者是一些我們集會所會辦的活動這樣。然後我們就會就是很熱鬧，然後大家都會準備自己做的一些粿啊、飯啊，或是一些菜包這樣。我就覺得哇，好開心哦！去參加一個活動，我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糍粑之類的，對。然後又可以就是聽很多很好聽的音樂，或者是可以跟認識的阿公阿婆一起活動，對。所以小時候是童年回憶是非常開心的。然後因為小時候也是通常都是用客家話來對話。哦，謝謝對我卡都講客家話。從蔡愧笑給時間妹黑，就是跟國校主任有時候對，因為小時候是練客家大嘴鼓。哦，嗰時候你還會講旁頭就抽的，這個時間啦，現在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對，所以小時候的印象就是我好像 always 一直在說客家話這樣子，對，然後跟同年齡的朋友、同學或是家裡的兄弟姐妹都不一樣。
对，所以对我来说，客家话是一个童年的象征。对，古时候也讲到青岛的童年，当美好，当单纯安尼，每迄年细细时节谈最多，应该迄年目前为止谈最多客家话的时节，讲最多客家话的时节。错，我想给细细时节去有的位安尼。好像有一点寓意，好像你就会成为客家歌手啊，那黑不？小时候也觉得很难说得准未来发生的事情，对。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如果可以做什么事情，应该就是要抓住机会，然后好好的去把握当下，这样。古时候转系地图艺术歌曲同亲民艺术歌曲哈，它有点那种呼应的感觉。那之后转系地图安尼。编曲嘅部分吼，当初係一開始因為聽到當唱一支吉他，搭配唔嘅音聲，漸漸節奏漸漸嘅變卡明顯了，配器也變多了。到後面其實它整個電子的氛圍是很濃厚的。當唱也輕死行嘅流行音樂。錯，對，我們就是想要加入一些比較 health 嘅元素，對，然後想說這一張就是想要帶給。現在可能已經不會講客家話的，還有上下港音，然後也希望可以就是讓，可能原本沒有聽過客家歌的朋友們對客家歌產生興趣，對，所以那時候在討論編曲的方面上，就是有想說加入一些比較新穎的一些元素在裡面。對你來講，你這個下歌詞。好下 Q 的時節，你用去轉換講，做華語做客家話，因為也全是地圖有啲係講華語嘅，好用去轉換講，攞佢變到動詞呀，你下歌嘅思考嘅模式係用。就如果是寫客家歌的時候，就是用客家腦模式，就用客家話嘅語言來寫，因為那些字就是客家的字這樣子，對。然後如果我寫中文的話，就會全部用中文的思考去想。嗰個唔曉得應該用我問你不懂的時候，唔曉講啊，唔曉講嘅詞啊，唔點樣用寫，唔會用我會問，就是我的行商，或者是我爸爸媽媽、阿公阿婆，然後自己也會查這個字典。對，因為畢竟現在有點少在說客家話，有時候會生疏，對，所以就是會查一下字典，然後去想說，這個詞語是可以怎麼樣使用會比較好，這樣子。你客家話就有點嚴重了了，越來越好了。沒啦，不敢說有越來越好的。所以一種陣時，剛剛講到聽起來就親民好呢，冇感覺冇幾辛苦哦。應該是說把所有的非常非常就是正能量都放到這張專輯裡了。對，所以人家講做轉型都辛苦，你覺得做轉型輕冇簡單嘅係嘛嘅最難突破的或最辛苦的是什麼？我覺得最難突破的應該是要一直保持自己的樣子，就是在過程中會可能會否認自己，想說我這樣做是對的嗎？那我這樣做結果會好嗎？我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做呢？等等等。那自己的狀態如果不好的話，就會影響到整個呈現出來的樣子。所以就會覺得，我好像要一直要讓自己 hold 在一個水平上面。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用來保持自己有一個穩定的狀態，你可以用來做。我的話呢，我就是當我覺得壓力大的時候，我就會看一些電影，或者是好幸福對，或是看一些劇，對，我會覺得這可以讓我有放鬆的感覺，對，或者是出去走走，曬曬太陽，尋找一本這個較輕鬆的時間，或是讓自己感到就是現在就是在大自然的環境中，讓自己心情比較放鬆一點。哇，好，再次恭喜啦哈！而且我剛剛睇個談到，總是做出來有一個以很體重，希望本大家有感受到輕陽光嘅質感，輕陽光嘅意涵嘛哈。也地圖呢，我做歌曲嘅，我非常喜歡有一首歌曲，因為我聽到單簧管的聲音，就木管樂器本身嘅感覺就是很溫暖吶，唔是到 guitar，感覺單簧管。同唱歌，我做安尼就拉咧，嘟嘟吼，也係問一個。呢首歌係名係 Life Is，其實這原本的名字叫民生就會暗用，原來的名字，然後後來就是有更名過，然後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就是很常說這句話，就是
啊，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好像谈起来有点消极哦。没有，就是好像觉得很消极，但是正因为人生是这样，那不应该更努力嘛？要好好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可能平常耍废啊，或者就是消极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这首的曲风就是比较轻快类型，比较放松。然后在副歌的第一句也有提到一个我很想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手机关掉，然后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休息，这样子。哇，好符合这个一下沙飛嘅規則睇法嘅吼。睇下明年可能數據出嚟你拿定，可能喺無限走條路，一查資料，一個搞遊戲吼。無論樣吼，30M 不用下來，不用下3C，好同身邊嘅人做一點交流，嘅感覺會情有共湧嘅。没错，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跟身邊的人交流，好好聊天這樣。係，嗰時候一班單簧管嘅老師嘅咪係特別資助人來簽嘅，係咪？是春面樂隊的高老師，對，高老師來feature 一下這樣。係啊，一種真是地度呢，係像特別大家談到美術歌冇共用，韓國大家談歌嘅時間吼，我有一個畫面嘅想象，聽那個也係講拿到準時嘅時間，我一直看雨涵一直在看我，雨涵一直在看我，你感覺一種真是規個形象嘅設計沒冇共用。本來是非常鄰家女孩，有沒有穿着吊帶褲？對，吊帶褲。好，還有一下有一點，這個是清新跟空靈嘅感覺，森林系的感覺。森林系的感覺。因為那時候在討論封面拍攝的時候，就想說是以自己為出發點，所以就想呈現比較真實的自己，然後比較淳樸的自己。所以因為我喜歡大自然，然後我就想要把這種放鬆的感覺，然後讓大家去可以好好的仔細的聽這張專輯，然後也可以得到一些療癒放鬆這樣子。古時候做的啲太自然嘅時節，你就帶點你嘅音樂去到太自然去聽。你看，一下有看到相片，我剛剛頭前嘅係穿着吊帶褲，一下係一下森林系嘅感覺，所以都冇共用嘅。哇！以前我長這樣都很可愛啊！係啊，特別真到音樂吼，我想真然推薦大家再好好嚟聽一下。剛剛講到有單簧管嘅老師，韓國吉他係咩？你這種也沒有落去，然後你聽他彈。這一次製作人沒有，他是比較負責電吉他或者是合成器的部分。對，木吉他老師是另外一位老師，這樣對。所以在這張專輯裡面，就是我們邀請到非常多厲害的樂手老師一起來完成這張專輯。所以在那個時候在聽錄音的時候，就覺得哇，我的歌慢慢的就是要完整了，那種感覺是很激動這樣。哇，動讚！好一種是推薦俾大家，等下多陣啦嚇，繼續同以涵嚟分享哦。有機會唱佢歌唱兩句俾大家聽。進到歡喜來咧，第二位呢 Rita 唱教如好。好，我哋咧單元是講希望唱咧創作者哈來賓選項，你咪做啲學到啲東西啊。又最近又看乜嘅天陽，做啲朋友激發你的創作，還有覺得非常有共鳴的有冇？因為你講動畫看天陽嘛。有，最近就是在重溫1997年上映的一部電影叫《心靈捕手》，都好看，真的超級好看。我覺得在看那個劇的過程中，一開始我想說，男主角這麼聰明，為什麼他不好好的使用自己的技能呢？然後到過程中一直找尋自己，然後最後呢去就是找到自己核心的價值，然後去慢慢的去好好的規劃自己未來的人生。這樣，我覺得這好像在我做專輯的時期，就是過程當中也是一直否定自己，然後覺得說我要不要乾脆就放棄算了。可是最後還是堅持了去走原來選擇的路，然後找到自己的出口的感覺，對，然後就產出了這張專輯。所以我覺得，在過程當中跟這部電影是有點相像的。哇，對，
经典好电影呢，真的超好在那看。专辑当中有提起条歌曲，在寻找你的路上我迷失了。哦，动情爱用也感觉很像，对，真的很像。然后只是这首歌比较特别，是在我的歌曲里面，它是唯一一首情歌，对，然后它也是唯一一首中文歌。还能有爱情啊哈。一定要澄清，这不是在说我的故事，就是我看到的。对，然后我觉得在就是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人都纠结于关于感情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走不出来，有些人在过程当中一直觉得，哎，我是不是做得不好，或是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不爱我这样子。对，我觉得这种纠结的关系实在是太让人郁闷了，所以我就很想告诉当事人，当下就是陷入这种状态的人们说，应该好好的更爱自己一点。你看，你有看到那 MV 哦，你喜你吗？对，这是我哦，我觉得挑战很大，因为还蛮少对着镜头唱歌。你就到唱，你 MV 起了，我觉得有一种小电影的感觉，复古的那种。第二句叫憧憬都懂讲，韩国你的表情要很清晰，还有你的肢体呢。肢体那时候过程当中就是有点别扭，所以后来这边有点跳了一个放松操的，对，放松操，然后跳完之后再拍比较好一点点。你个弹弓你也学舞蹈哎，以前你有在跳舞吗？有在学舞吗？有，以前学的是芭蕾。所以呢又不太一样，对，那个肢体可能会很挺，不过没该种哎，不用动送该种哎。那你是听说还看了一个舞蹈的影片，让自己特别放松，是吗？就那一阵子有一个很喜欢的歌手叫9m88，然后他的歌曲都是非常的那种，就是很摇的，对，所以那时候听的时候就好像可以跟着他的音乐一起跳舞的感觉，感觉。对，然后我想说，哇，我很想成为这样子可以带动大家的那种歌手，所以有看着他的MV 练习蛮多次。对，虽然说有时候面对镜头还是会有一点点怯场，但是就是尽力了这样。哎，两美还突破哦。对，真的是大突破。嘿，韩国还有一支 MV 是要到森林里面，对不对？另外一支是在天台上面。天台上面，对。韩国你在天台上该有没有用的感觉嘞？那一张那个MV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从俯角就是这样子拍下去，所以拍到我的时候是我比较小一只，我就对于那种比较没有那种恐惧，因为我看不到镜头，然后我就很开心在那边走几架子跳嘞，所以那一支就比较放松一点这样子，对，然后也比较符合那一首歌的样子这样子。其实做音乐吼，大家想讲是唱歌听，唔係呢。其實要動到事情來做，比如講要注意你的形象啦，還有你國家音樂風格啦，還有你的 MV 啦，你的肢體啦，呢種真是加講協同製作，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係自家來，係嗎？其實在這張專輯裡面的 MV 也是有討論過的。我們不只討論劇情以外，我們還討論色彩。就在這張專輯裡面，我們的調色要怎麼做，衣服的顏色要怎麼調，然後我的動作跟這首歌的關係是什麼，以及當中的道具，我們都是很講究的，對，所以全部就是一條龍一起討論出來的這樣子，對，所以一個團隊這樣子。對。那目前為止 MV 拍了幾首 ？MV 目前2首。對，之後還會持續的慢慢上。你係講follow 雨涵的粉絲專頁是出來。對，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想導見後一天又請到，想要同大家感謝，有沒有特別想要感謝的人？特別要感謝的就是我的製作人以及我的團隊。然後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因為這一張專輯是獨立製作的部分，所以在過程當中，我們其實要克服蠻多遇到的問題，例如說經費問題，或者是說時間問題等等等。對，然後我也很感謝，因為當初這一張專輯是由募資開始的，對，然後非常感謝一開始就給我非常多鼓勵的募資的朋友，對，沒有他們就沒有這張專輯的產出的機會，這樣，所以我很
感谢，然后我也很想好好的把它做好，然后呈现给大家这样子。那看到了后背感谢你，我觉得都有写了一个很棒的 title， 刚刚讲到集中新生代蛇级之专辑制作人，对，这种动厉害，很灵巧，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廖贵家还有一个后上烟强制作团队，你们有一个团队一起来做这件事。对，所以你是自己3年来做，你是有支持的力量的。因为我觉得一张专辑绝对是，我觉得叫千人或是万人专辑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有经过千人或万人之手才可以产出这张专辑，所以我当然是非常感谢团队，然后那一张后面的感谢名单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打特别一点，然后要把我想说的或是很酷的名称打在上面，这样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可以去多看一些后面的字，这样。好，刚玉涵讲大家会详细看哦。好，包含地图有合作的很多的音乐家，刚讲到很多的音乐都写在上面了。希望大家都做得好好的品味一下音乐。该两段时间都无限因为发新专辑咧，你们又动到会巡回今天的南浦啊、中浦啊都有很多的巡回，对不对？对，自己专场的音乐会。对，在这一次3月的部分已经有2场举办，台中跟高雄场。那在4月、5月、6月还会有其他的城市等待解锁。大家可以就是多多的去看我的粉专，follow我的讯息。做得 follow 一下你的粉丝專業時候咧，大家實在咧看到而喊叫動到新嘅認出的消息，所以無論用辦，大家講口罩要戴起來，可是音樂也要聽好聽滿時候咧。係啊，我想還有啲時間係講讓大家分享專輯地圖嘅歌曲，做得從兩集我想要跟大家唱給大家聽什麼歌？我想想哦，好，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刚刚有提到 Hillsong， 因为我觉得就我们的团队都是非常 Hillsong 的年轻人们，Hillsong 聲音嗎？对，Hillsong 聲音。然後這張專輯比較特別，是有客家話，也有中文。對，它在副歌是中文的部分。對，然後我可以小唱一段。追夢的少年，跑過了一圈又一圈，奮鬥了一遍又一遍，孜孜不懈，人生的極限，擊碎了每個擊破點，畫出希望的生命線，萬事俱備。耶！萬事俱備了，躺起來動有信心哦。我知道了，你要突動下，就好像把一切的煩憂都拋向空中，也把讓自己的夢想起飛的感覺。沒錯，所以有飄的感覺。哇！再次恭喜一下，每週風衣撒下來，所有演出都非常的順利。恭喜恭喜！今日喺節目當中，同所有朋友介紹兩張專輯，有時有你哋係幫兒漢最新嘅，咪係佢今日第一張全創作嘅專輯，推薦俾大家。一個大學畢業嘅社會新鮮人，佢追求夢想嘅音樂作品，分享俾大家。咪希望大家見半日嘅收看，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聽先生，我來做完同了，希望大家。